大家好，我是冲啊。今仔日我要来介绍疝气。疝气其实是一个较广泛的称号，指的是体内器官为一寡空刷到无正常的位，譬如讲脑、肠仔肚等等的。大部分人认为的坠肠也是脱肠，只是其中较常见到的状况。伊是发生伫间边附近的疝气，这嘛是我今仔日主要要介绍的部分。较等下拢会以坠肠来称呼哦。坠肠会当因发生的位置分作两类，分别是直接型甲间接型。直接型坠肠高发伫半脑楼的人，大家知影，咱的腹肚壁其实分作几若层，因主要负责保护腹肚内的器官。但是随年岁愈来愈大，因会变甲较弱。伫出力时，可能会因为腹内压力变大，肠仔突破腹肚壁上软正的所在，造成直接型坠肠。间接性坠肠伫幼囝也是成年人拢有可能发生，尤其是男性。伫胚胎时期，男性的卵血约搁伫腹内，伫要出生时才会落下到颈孙地。卵血经过的路径有一个通道叫做解边管。正常来讲，伫卵血落入去颈孙地了后，会有一寡机制，互内脏袂走入去。毋过，若是出问题，致使腹内器官走到解边管内底。就是所讲的间接型坠肠。坠肠上常看到的镜头，就是间边附近肿一块，有时大，有时小。伫出来时通常会特别明显，倒边时就较消气。若是无其他无爽快，也是会痛，通常会建议继续观察着会使啊。若是会痛，就必须进行手术修补，啊无迄个孔伤细，就会像笑灵索啊，甲肠仔绑起来。遐个部分就会欠火，尚袂害死。有的人会讲坠肠会当家己塞转去，但是安尼做的风险真悬。若是无塞好，可能会卡掉，颠倒搁较害。所以也是建议去找专业人员的协助哦。今仔日就介绍到这，若是有啥物建议，还是毋对的所在爱改正，欢迎伫下骹留言甲我讲。若是喜欢这支影片，会当时甲伊甲分享。是想要看后一个影片，会当订这个频道哦，多谢大家。